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10月19到26是咱双连教会重要的中级改选的日子，咱会伫这2个主日4场礼拜合做一场，伫10点开始礼拜，礼拜结束了后，举行会员特会来改选中级。今年小会决定，甲顶回选举同款，继续使用电脑来计票，安尼会节省真侪时间，互选举更较紧完成。所以牧师伫遮特别要来大家说明安怎进行，期待大家配合，借着投票来竞选上帝要呼召的同工。首先，工作人员会将选票分发予大家，咱用教会为大家准备的笔来点选。选票顶面有候选人的编号甲姓名，咱会当参考对照大致每一张座椅头前的候选人名单来点选。咱只要用笔点伫要选的候选人的编号甲姓名中间的圆圈仔内底，请大家注意，中落上济会当选20名。即次上济会当选28名，请大家尽量选到足页，安尼会当加速完成的时间。即次的部分，除了小会提名的名单以外，大家如果认为有适合的人选，无伫名单中间，也当将你心目中的人选填写伫后面的格仔内底，但是总圈选的人数袂当超过28人。搁一遍提醒大家，请大家用祈祷敬虔的心来行使投票权，共同选出合上帝心意的人。